比较困难的歌曲，这首歌叫《舞娘》。等一下，原住民家提琴还诠释这首歌《舞娘》，我们也要走入时尚圈里面，但不走后柱节日。谢谢各位舞娘，谢谢。OK 哦，可以吗？好，一样气质路线哦。 谢谢这首大提琴颂乐，来一首张宇，还有那个阿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辛苦了啊。